今仔台下口一港澳桃园市警察局是专工规划互动专案，警方协助学校附近的交通，嘛加强来处理交通的违规，佮趁这个机会来宣导正确过车路的观念。休馆结束，也是学校开学的第一天。桃园市警察局所属10个分局，交通警察大队、妇幼警察队加强守护学生上下课的安全，特别规划互动专案的勤务，提醒囡仔若要过路口，都要行回条线，唔通违规乌白行，增加风险。到路口要停看听，对不对？对。看要看什么东西？要看视频。针对辖区内的国小展开互同勤务，然后加派警力来进行维护跟宣导，希望能增加家长跟孩童的各项安全概念。针对开学这一天的活动专案，警方除了伫学校附近规划交通的疏导，加强处理学校附近违规停车、无停让过路人等等交通违规的情形，嘛呼吁民众爱遵守法规，共同维持好的交通环境，让囡仔会当安全上下课。交通警察大队为增进通学廊道安全，将持续评估于校园周边建置科技执法设备，加强取缔车不让人、违规停车等违规情形。妇幼警察队嘛提醒，学校甲家长会当安排囡仔做伙上下课，唔通一个人或者是较暗的巷仔底就莫行，避免有心人有机会下手。若拄到青云人骚扰，就要随甲学校或者是附近的店头甲住户请因斗相共，或者是直接敲110报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